来关心中秋连假期间，高铁是排假落长，也毋过咱的国道客运载客量却无到6成，真侪路线做袂落去，国不中想要收起来。也毋过若是无火车嘛无高铁，这所在民众安尼交通就真不便。公路局即马是强调讲，万不利真正爱停驶，会用合并路线的办法来运用。前往台北国道客运行站总运站拜日下昼时段，人潮较冷清，放出距离也得了久长，也过以往部分民众无坐上铁，选择以国道客运作为交通往来运输工具。从这里到鹿港很方便呢，也对，蛮近的。就相较于高铁，就算5折来讲的话，客运还是比较便宜一点。公路局统计，今年元旦连假到5日连假国道客运搭乘量拢无到6成。统计今年1到7月国道客运载客量上佳路线，第一名是新竹总运站到桃机，第二佳是塘园区山加上店埔。过往南行台北到屏东载客量也无悬。收到客运总经理李建文讲，国道客运量当袂起疫情进程水准，加上欠驾驶员，票价当起拢互业者食袂消。包括台北到花莲等部分路线，有计5年基本都会停驶。如果这一状况我没有得到缓解，国道客运路线到期不续营会如雨后春笋，不断的会出现。国道客运业者表示，若国道客运问题无改善，未来恐惊会轨道国道化、国道消失去。以台北到台中为例，坐国道客运大约爱260至280，时间大约是2至3点钟；坐台铁自强区爱375块，平均大约2点钟到。高铁是为700到1250块不等，时间上底47分就会当到。就看民众考虑计数，也是以省时间为主。专家认为，若其国道客运票价恐惊有副作用，建议政府出手补贴。如果涨票价的话呢，对旅客的吸引力会下降，所以我建议不要涨票价，但是政府也可以比照我们的交通月票补贴我们的公车跟一般区域客运的补贴的政策。附近有相近的路线的话，我们就会考量去做一个路线的一个整并。评估的结果，这条路线确实有需求的话，我们会重新公告，征求新的业者来进行一个经营。公路总局表示，一直拢有资金补贴国道客运业者，未来若真正有部分国道客运路线停驶，会改做代驶方式运行，减少民众坐车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